行，沿路行。台南出身的金曲歌王谢明佑，再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搁由国小学生甲社区长辈再来活泼热情的表演。由永丰银行赞助的看见家乡计划伫遮影展，伫国立成功大学顶场，来自台南市七股区、安南区以及新市区的学生，甲在地乡亲分享因心目当中的家乡故事。从交空拍机，然后再拍纪录片。然后我们就发起了一个叫"看见家乡"的计划。我们协会在推这样子的一种小朋友来记录家乡的故事，其实就是很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多认识我们的家乡，可以多跟我们的爷爷奶奶聊聊天，听听他们的故事。看见家乡计划到达已经7档，甲32间高中小合作，带领学生完成60支家乡纪录片。其中来自台南的3组团队，分别是已经参与第4档计划七股区树林国小，参与第2档计划安南区和顺国小，从今年第1摆参与的新市区大社国小。我们看见家乡今年的这个拍摄的内容是大社新事，也就是把我们大社最主要的宗教文化的特色，把它介绍给大家来认识。那今年是针对我们社区。追根溯源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以前的学甲中州，然后迁过来这边，那我们的学区叫做中州寮社区，哦，那邱姓也算是大部落，所以我们也去访问了邱宝州我们社区的耆老，那拍了这一部宝州，总共参展了两部影片，一个是叫做我们社区里面的黑皮学员。一个是柯博文出动，那我们除了拍摄相关的这个养科的过程，还有介绍当地的风情之外，还有也制作了很多的相关小物来协助当地产业的推动。透过产官学3个我们单位的一起合作，可以让孩子他们的作品被看到。那我们更期待我们的孩子从这一次的经验里面，未来更厉害，可以成为台湾或者是享誉全国的。或是享誉国际的这个大导演。影展也收集参与学校的家乡知识好物，推出专属于台南的礼包。看见家乡伫遮影展，未来将持续推动，让囡仔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点点滴滴，让在地文化代代相传。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。